咱有一个女高中生，因为个性内向，为读国中甲高中这6年，逐工拢是挂喙罨来上课，嘛因为安尼有喙罨查囡仔外号，就伫毕业典这天，伊用100个值得纪念的喙罨来创作，嘛宣布讲要甲喙罨摕掉，行入人群。 顶条角落有一面乌布，面顶的喙罨拢摆甲真整齐，有真侪已经变形破去啊！互人想无这到底是虾米款的作品？作者是这位戴头毛的女学生，因为真避暑，为高中开始，虽然讲伊无感冒，嘛是爱挂喙罨，才好甲别人正常讲话。一开始会，可是后来就是相处久了就习惯了。 同学拄开始拢感觉真奇怪，后来是慢慢啊惯势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即马要高中毕业啊，这个挂喙罨的查某囡仔，伊要改变家己，接近人群。就是把弄过去丢掉的概念。这个喙罨代表着每一个拄着挫折的过去，即马的伊正学习变啊勇敢面对外口的世界。伫整个毕业典有袂少优秀的作品。把纸钞包在里面。 有学生做苹果模型，代表人类欲望；嘛有学生以家己的专长设计金属版的新娘衫。这个作品拢显示出每一人的性格。虽然这群小小的艺术家，因将会运用因充满活力的青春，继续创作。